赵淑芬的案情是愈搞愈大条，国民党团早起过来开记者会，指控民进党的派系分配利益。 寄成华航，包括华盛空厨的董事长叶菊兰，包括华厨的董事长陈宗义等人，拢是国王的人马。嘛，甲镜头对准这个华航的资深副总罗亚美，讲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吴音玲毋是个案。也毋过，民进党的立委来反驳讲，华航的高层并毋是每一个拢是民进党籍的。派系分赃。 台勤职员偷走私文案继续延烧，国民党立委唾骂华航内面拢是总统人马，包括华盛空厨董事长叶菊兰是总统府前秘书长，华厨董事长陈宗义是民进党前立委，罗亚美是国安会前秘书长，区议员的前秘书，区中心是区议员的小弟。蔡英文那时候出访的时候，看到了罗亚美说：“哇，小美你在这里呀、马上呢。 就4级跳，朝代当中来看看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是如此，这个时候是这样子，都跟罗亚美的角色有关。这头拢指向罗亚美，不过华航的员工对罗亚美有高度的偏见。到了外站，他自己都会跳下去，做清扫的工作。那也指控国王人马寄生华航，不止安尼，也个包括华航航空董事长、特运航勤董事长、华如旅行社前董事长甲现任董座。不过国民党立委的这句话。 外界都戏称华航没有永远的老板，因为每一次随着政党轮替，就会换一个董座。何清雄表示，华航高层对你改调换代已经就有。华航多数不是民进党员，包括前任和现任的董事长。高感只有华航，那也嘛列出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甲交通部长林佳龙的人马，嘛拢伫国部会。不过林佳龙伊点出伫马政府2014年6月以后，分配的数量破1000条，这是常态。当然，转移焦点。一个特勤警员的私分案，点出人事布局派系分赃的问题。不管什么人指控什么人，恐惊拢甲私分案同款，是定义的歹习惯，敢无法度查清楚，嘛考验政府的智慧。